凡有氣息的，都要讚美耶和華。詩篇150篇。詩篇150篇6節，凡有氣息的，都要讚美耶和華。篇150篇係整卷詩篇嘅讚美高峰。詩篇146到150篇為哈利路亞五詩，以純粹單一直接嘅讚美作為詩篇全書嘅總結。詩篇150篇結構簡潔，卻充滿4個強烈嘅禮儀呼召。第一，喺邊度敬拜？喺神嘅聖所，同埋喺佢嘅穹蒼，強調天地嘅界線完全打開，地上嘅會眾同埋天上嘅會眾一同敬拜。點解要敬拜？因他大能的作為，因他極美的德性。敬拜嘅原因並非感覺，而係神嘅所事同埋所作。點樣敬拜？古代敬拜中以吹角、琴瑟、鼓瑟、弦樂、簫等表達多元同埋整全嘅讚美。敬拜係全人參與、全社群合奏嘅。誰應當敬拜？凡有氣息的，所有人、所有受造界、所有生命。敬拜具有普世性。詩篇150篇係對人類最終命定嘅宣告。世界終局唔係混亂，而係敬拜；唔係毀滅，而係讚美。詩篇150篇呈現咗3個沙龍情約嘅神學核心。敬拜係立約關係嘅展開，神呼召佢嘅子民進入佢嘅臨在。敬拜係我屬你，你屬我嘅盟約更新。敬拜係回應神嘅愛情。詩篇150篇2節帶出憶念神人沙龍情約嘅歷史作為嘅重點。敬拜唔係情緒推動，而係對神昔日喺歷史救恩中嘅作為嘅紀念同埋回應。敬拜係整合全人、全地、全歷史嘅和諧 Shalom。敲擊樂、弦樂、管樂合奏，成為和諧嘅象徵。喺新約中，終極敬拜出現喺啟示錄4至5章，天上地下合一，萬民讚美羔羊。詩篇150篇預告咗末世沙龍嘅到來。最近嘅敬拜係基於感覺，定係基於神嘅屬性同作為？你係咪將敬拜視為立約關係嘅更新？你係咪用全人參與敬拜，心、聲音、身體、行動等等？揾一個安靜嘅地方，讀呢篇詩篇3次，問自己：我願意喺邊度敬拜神？問自己：神喺我生命中大能嘅作為係乜嘢？問自己：我點樣用我嘅聲音同埋整個受造界一同敬拜？寫下過去1個禮拜喺你生命中嘅一件恩典事蹟，作為敬拜嘅內容。又可以唱一首讚美嘅詩歌，作為你嘅琴瑟。陪伴家人一齊祈禱，成為凡有氣息嘅合一讚美。讓我哋嘗試停止抱怨一天，訓練心靈轉向讚美嘅語言啦。親愛嘅主，你配得我口中嘅讚美，心中嘅敬拜，生命嘅獻上。求你讓我紀念你嘅大能作為，亦都讓我嘅生命加入全地嘅交響樂，使我所有嘅氣息都成為讚美你嘅聲音。
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，阿門。